大家好，我是 VBS 声音平衡教学系统的吉聪老师，很高兴因为歌唱呢能够跟新歌结缘，在这边祝乐轩文化10周年生日快乐，也祝十全十美音樂會圓滿成功。Hello 阿 Sir， 祝樂軒10周年快樂。我加入咗樂軒都幾年啦，見識咗你，係好做嘢好認真執着嘅同時又好輕鬆幽默，每一個人多多少少都受到呢個樂軒文化正面嘅影響。今日咧我特登寫咗幾個字表達我心情，咁每一個喺樂軒呢個大家庭裏邊嘅每一個人都樂在其中，恭喜恭喜！